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的节目。今晡介绍了单元了，大家讲嘛介讲冲平头，讲到了冲平头，大家会讲当场底又当场唔底，感觉当养错又唔啲人容易来处理哦。今日了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，绕墙头马沙咧系类似种辣嘅辣性易燃小一口主营蟹葱味分享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係石昌偉，我本身係上醫科嘅先生，咁講我對上醫科特別多嘅神經問題有限多到研究啊。分享先生，或是小兒科嘅神經問題嘛，錯冇嗬。我今日繞牆頭先生喺度聊片，因為睇講石昌偉先生，石昌偉主營，講到客家人想。寫人一勺，所以講做如何係講要拄到，客家人有想寫嘅意思，可能是先生嘅親戚係冇，有可能係冇。咁個今日當番，就哋繞牆頭先生按摩閒閒嚟到節目地度啦，大家嚟分享嗬。今一開始啦，大家嚟講嘅係乜嘅係沖平頭。一般人來講嗬，對沖平頭嘅認識當場有當場冇，唔係當了解解係乜嘅，所以。一開始，先嚟考試一下，先生過嚟考眼，唔講眼咪考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，你來看一下嗬，到底沖平頭有乜嘅想法，你來考 TET，TET 大家來看一下嗬，你講沖平頭嘅小測驗，嘗試小測驗，第一點，大家講得到沖平頭有可能是為 L， 有為下，你錯啊唔錯，我先來答一下嗬，好，錯。其實冇一題，冇一題，應該咁講啦，大部分沖平頭得到沖平頭原因嗬，其實唔會 L 咪唔會奧利度，唔係哦，咁個遇到袂係冇，當少嗬，所以你看，你看老愛想嘅是完全冇強用嗬，第二陣問題咪來考一下鄉親朋友咪考愛嗬，你看其實冇看哦，你講紅疹、水泡熱到感染、平清是咪熱錯？錯。梗係冇一題，其實呢好多行嚴重嘅病因嗬，佢其實佢冇乜嘅風疹嘅。所以你看一般人的想法會冇強用，對不對？認識冇強用。好，第三題5歲以下嘅小兒、幼兒，就得講係從前嘅高危險群。冇錯，嗰時情，因為下細聲音，佢因為佢嘅抵抗力下差啲，比大人要下差。所以5歲以下嘅成因係講得到沖平頭，一定要當注意啊。哦，5歲以下當注意嗬。第四點，大人未必得到沖平頭錯。我呢個啲嘅得到沖平頭嘅可能係少。哦。大部分係用班人大人啲嘛。唔啲。做阿妹嘅啊，因為成因得到沖平頭。佢當然係顧成因。佢自己要當聽，佢抵抗力下低。所以有時成因顧到幾斜度。哦，對，因為我知道從辦公室有啲講成因嘅同事，因為發現講成因得到沖平頭，叫冇叫媽媽咪要，所以天然得到。所以做阿妹嘅辛苦啦。辛苦嗬。來第5點，得到100過後，伊成因是做啲免疫。錯。對，答對了，是不是？答對。你看，得到倆輕嘅，因為沖平頭要當多年啊。你得到倆輕嘅沖平頭，佢係終身免疫，冇錯。咁講你萬年有流行係冇咁容易嘅。所以其實簡單講嚟，佢你得到乜嘅輕嘅，咁你講哇，我今年得到沖平頭，我終身免疫，有啲人每一年都得到，係不同型的哈。最尾題當題片咯，乜嘅時節咧？4月到9月。兩萬流行嚇，要變。我記得我家下後生陣時嚇，最少係大約5月到10月。因為家下家下先4月家下做咗開學啊嚇，5月做咗寒假過，家下是當多。不過你下產品都未適應嘅，你下因為大家衛生嘅觀念冇重要，家其實幾嚴重。所以等於是。我覺得真的平頭沒轉彎，是按我嘅感覺。所以佢變咗4年到9年。平頭沒轉彎，所以它等於是
就是要侵略你，所以你那边吸引的毒液也是一个。没想办法继续繁衍。太过分了。不过简单讲咧，乡亲朋友看到你下子要讲哦，我对冲平头可能有一些些认识的。不过强先生好好的讲一下，到底嘛个系冲平头，还有一张问题都有意思哦。平头大家是第病毒感染，可是为什么有肠呢？冲平头，人家当中有问题哈，经常把那种冲平头，其实哈，佢唔係像一般我們腸胃發炎哈，腸胃發炎係嘛，會 L 會奧利度，錯，所以大家呢個哦，衝平頭其實上哦一定會奧利度，錯，其實因為佢哋平頭係度，你係衝啲病毒。經繁殖複製啦，所以佢用到衝平頭，佢開始免係安尼按嘅，所以大家嚟講，講衝平頭是像奧利度嘅發出嚟，衝體會做什麼嘅，咩都好多強下啦，所以讓大家特別講下，衝平頭讓腸胃發炎嗬，冇講當有關係啊。可是佢係讀衝類嘅平頭，所以大家講衝平頭。咁現在我問一下，咁一般人醫看先生，係感冒看到嘅時節，先生會講，你這個叫做腸胃型感冒，比如講腸胃型嘅感冒，是不是有點好像有一點點會混淆？我唔錯，我哋順實嚟講下，腸胃型感冒樣病嚇，你要對平頭嚇，特別係講到輪狀病毒啊，差啲啊，輪狀病毒啊。佢主要係講一開始會錯會流鼻，個妹是 L 有奧利度，佢都會發燒。係，佢拄好未佢切佢成因，佢未要到感冒從已看到嘅症狀啦，所以用到腸胃型感冒。佢都因為佢全部係平頭，所以我講平頭，佢就講平頭，大概是濫講下。錯啊，你看腸胃型病毒感冒，腸胃型嘅平頭，腸病毒衝平頭，然後對，係咩？所以簡單講，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，還是不一樣的哈。大家當注意。不過講到嚟，叫潛伏期嘅先生。差唔多2日到3日啦。腸病毒一般是有啲下假日日是會多。呢個是3日一天，20度，你潛伏期冇當衝，所以潛伏期平均可能係3日到5日哈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哈。不過到呢下啦，鄉親們咧分享，先生講到當清楚哈，其實衝平頭係乜嘅東西。不過講到呢邊，我們一開始是先考試嘛，不過呢下直接好好咯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到底呢衝平頭嘅傳染時間，該講好潛伏期。你是你過後還有傳染力？你是你大家講下哈，衝平頭哈，一開始是打下手，是會傳傳播沒曬，該提一禮拜。飛沫傳染。但係當重要是講，你講該衝平頭喺度，衝啲病毒經複製繁殖嘛。錯。那個保姆是哪位來？你屙屎啊，糞口傳染啊，用聲音細小冇細聲嘅嚇，因為全部未曬。然後佢本身好咧，咁講你睇下，以前以後可能會可能全部未曬，因為冇關係，其實都強調啲病毒繁殖啊。然後，你病人本身好咧，我見係會全部未曬，所以從平頭我好了，比如我好咧，咁我會傳俾你，我已經好了，可是我還會傳俾你。因為佢係蠻惡強啲嘅，你平頭喺度梗係衝啲病毒啊。這就是為什麼當英講係講你嘅聲音都好高，多數係講你的到咧衝平頭好了，好像也是不能馬上上課，對不對？一般一開始係提一禮拜唔好去，明白？因為提一禮拜哈，你睇就看到。前因咧，傳染力最高。前因，因為佢打咗害蟲是會出去。哇，難怪啊！所以吼，爸爸媽媽係講你嘅聲音感覺已經當空氣已經好咧，還是要在家裡休息，係冇機會可能會傳染給別人，錯嗎？最重要係洗手啦，教聲音洗手啦。好，呢是很重要。咁個最尾啦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到底幾種乜嘅症頭咧？你看，第一點是講到底很像感冒，對不對？像看到啊、冷到啊，大部分人是安咯，是講冇當嚴重嘅症頭，佢可能冇去看先生，成我是微微細細講，哦，像因當送上嗰種啊，當像感冒，過1-2日是好睇咧，佢其實未有可能衝平頭，但係有可能會好，對不對？先生就治癒，但還是會有傳染，對不對？好可怕！我見不英文薛主任，我講地公，原來在傳染這一部分，腸病毒要這麼注意哦，要按注意哦。
还有比如讲手足口病，手足口是大家还会注意，因为佢聽下講嘛，沖病毒當多氣嘛哈，有啲氣會有下特別嘅，像你以前從嚟講70以前哈，是70以下都是手足口該手足口是講加屬骨，加屬骨腳帶，那個血管蓋，哦，你講手足口嘛，會起漂。哎呀，那动不舒服的，动痛，是會下痛。問題係講兩班嘅沖病毒哈，兩輕嘅沖病毒，下會有間下嚴重嘅併發症，就是講重症。所以手足口兩輕安尼會下嚴重掉啦，啊，提高警覺。是啊，還有比如講疱疹型咽峽症。疱疹咽峽症哈是講屬骨腳骨冇起漂，是單向血管蓋攔孔。哦，那也。很不舒服，佢成日是會下唔平食東西啊，咩咩食因為他吃東西會痛啊，錯。還有腦膜炎，腦膜炎哈，腦膜炎係沖病毒流行嘅事件哈，嘅無菌性，因為個咪有咩講無菌性，因為佢係病毒引起嘅腦膜炎，啊，所以無菌性腦炎，是無菌性腦炎第8度68。是沖病毒引起嘅。真心吼，你看哦，像糖性生講講啲講，原來沖病毒大家會像像感冒咁咯。不過仲咪講到安定間，大家要特別注意，因為佢可能會引發其他嘅病，還有乜嘅，你特別了解，特別注意，先聊下。冇這塊哦，等下仲再講。分享咧係類似啦，新鮮人嘅消息科嘅主持，協創會主持嚟到節目地度，然後大家去討論嗬。哇，廣告嘅世界，撈主持哦，討論到當講到底成應用呢？其實上堂節目啦，大家簡單嚟講嘅，就得講係沖病毒嘅簡單嘅知識，嗬。咁當然線上最尾就嘅話，你要補充一下，其實除了像感冒啦、手足口病，還有什麼心肌炎啊，有冇發燒合併皮疹？對不對？佢凍到啦，心肌炎沒有啦，還有就是熱膜炎啊，所以佢凍難分。不過你其實係我要一下嗬，一下讓大家了解一下，最重要係第應用班重症啊。哦，重症係冇了，非常嘅重要。你先嚟讓大家嚟講嘅，因為我們先講到。D68型到 71型，71型，不過講實在話啦，你一般你不會去記講你乜嘅型，所以一般你是本身上開始錯咧。冇錯。對，不過線上就得讓大家嚟簡單嚟分享一下。我來講哈，71型，因為前幾年啊，差不多民國86年嗰下嗬，開始有報當流行71型。嗰下因為台灣還冇。唔是話嚴重啊，哈，嗰下會肺出血，哦，因為從頭病人去急診是肺出血，見流血啦。哦，我想早一天講規則該血全部出血啦，嗰下就以啲講，哦，你就71型，啊，保妹你啊，而經驗是等於講71型，71型最主要係講，佢大部分係講用手足口嘅血出來，啊，71型，佢當為出現嗰重症嘅問題啦。哇，聽起來很可怕吼。啊，嗰個你經驗流行有變嘅，有變咧。佢沖病毒凍到去嘛。錯。因為主要對嗰71型，其他型是趁勢壯大啊。趁勢壯大。是68型，它D68基本係，因為係傳病毒第8度嘅型啊，佢主要係讓響你嘅神經系統，哇！神經用白人佢當多為肢體無力啊，腳冇力啊，行路會冇力。線上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案例？上幾張年前嘅事情哈，是講誰要去跑溫泉哈，唔做對到，其實冇買港蝦，咁咪介紹是講啊，佢跌倒對到唔港蝦。你像一般嚟講是你兩日療下是話吼。佢2-3日係唔硬下，你病嘅體內下其實會細，唔係遇到行，唔係行遇到，那種你倆有可能係腸病毒，啊，保病係any營養，佢可能係
D68型，D68。所以妈妈就是觉得为什么声音奇怪诶，做夯对不对？你可能都臭到该微细细，长起性款性上，本性上款，所以性上营养出来系 D68型嘅冲平头。佢主要係血管膜裂，聲音最簡單款是佢唔係夯路啦。你冇力其實唔係夯啦，唔係夯叫見到暈男，等於最注意要見發燒，因為用膽腸對到嗬，腳骨作傷到，佢唔會發燒。錯，發燒一定是感到啦。所以你看哦，你除了講好簡單嘅知識，其實老鄉親朋友分享，因為佢觀察你嘅小朋友嘅鏡頭形容，你可能佢發燒，你會覺得他都不走路，夯路，你話到好奇怪，它有可能就是腸病毒。如果是從性上講，腸病毒一般來講，都可以恢復嘛，對不對？99.9%。你看唐一類很厲害哦，99.9%度為好，可是就怕你可能某些你變成重症。冇錯，對不對？所以性上沒有講到嘛。講重症嗬，重症你當驚啊，你有辦法驚啲嘛？你會變化當快。當腳，可能講基本嘅看起來好好，剛開始是變動差，所以大家呢天氣啊、新聞啊，某啲先見講，見話咧囉囉嗦嗦見講這個，從平常會注意兩樣辦，你幾點大家係一定會記到新冠病毒我們來看一下，經常睡夢啊，睡夢，你當唔清楚啊，手腳冇力，手腳冇力啦，叫佢注意。你講買指藥型抽筋嗬，大家可能冇買啲，其實講上癮究竟係會緊跳啦，會緊跳。佢動態按緊跳，喺做示範嘅，叫人聽下，唔係按緊準咯。因為上癮緊準已經發燒嘅時候按緊，喺個因為佢條氣啊會下降，心跳會下降，跳下降，喺個你要講會 L，會 L 兩咩？有時間大家會知道新冠毒因為佢係變化當家。所以性上係講，你真的連下爸爸媽媽都不怕吐聲音，別人講，或者說聲音又上有其然後，就是回來發現有按用發燒 L， 一般家長一看到發燒嘔吐，一開始會先想到感冒，好嗎？如果係講你的小朋友又有呼吸急促，或者是像性上講抽筋、揪筋那種感覺，趕快看醫生，對不對？一定要看啊！我做啲老大家分享，我過去嘅經驗嚇。我以前要計係要兩屆啊。我印象當深樣辦講，因為依個係媽媽太毒死，佢第二胎，即係成日唔可以講當死啊，3歲咧。喺度媽媽男人落嚟嘅陣間啊。佢當起佢係慢慢態度，先喺我發當醫冇男嘅，你按應該講嘅，叫冇發圖佢唔明嚇，佢是腸病毒啊，腸病毒嘅成因唔明嚇。3歲子佢未行啊，佢唔行，一定係媽媽難。嗰時有問題啊，佢本身已經係重症啊，佢第二陣要下，係呢個下做到係比較幸運，要下好啲，佢根本是要好，不過是做復健。慢慢，這麼嚴重哦！還有隻經驗係佢講前幾日，是講發燒，是發燒係土本身上看，佢在面冇難看哦，冇當明顯嘅嗰種嘅創病毒嘅情況，佢提議來嗌門診，佢是行路嘅按緊準，前係按緊準，行路時冇當好，喺冇做嘅按緊準，緊跳啦。我喜歡按緊跳，我做按緊跳，根本係重症。可是性上一般來講係講做吐聲音感應，你看到小朋友按用個緊跳，你無論如何你都會覺得那是不正常的狀態啊。一般來講，我輕鬆該重台嘛。你實吐本性上看，所以像性上剛才分享嘅，你講一個媽媽佢自家太毒死，人流能聲音，可是聲音可能看起來還好，只是他不走路，唔行路，你看要有那個敏感度，係講該敏感，嘟嘟機不性上可以。有那個敏感度，你就趕快發現是重症前兆。冇錯，要我哋咋分享就係最第一件嘅。之前喺線上啊，去看嘅裝病毒嘅聲音，老太家姐是碰上去呢，家媽是講，因為順常來看啊，家姐要裝病毒咯，你是來檢查冇啊，你一看冇買，
听医院到内入去看家姐嘛，都急诊加护病房。冬阴床哦，青衣看冇事情，听医就加护病房。百姓看冇事情，百医是加护病房该讲讲。所以变法冻结啦。可是那时候第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诊断，因为不容易。哇，佢家下是冇，佢是顺沙看呢。佢是搬家楼太斜到，暗不斜到。刚开始都加护病房。反而弟弟可能没有这么严重，反而楼太冇晚阳床，结果这本楼太斜。所以大家还有就一点要注意到。哦。我看啲位都天气改到。得到冲平头的声音，因为佢平头的地方下台，哇，很有可能变重症，因为天气改眼会下眼重的。哇，所以线上讲的了，真是当从来係讲，你大波还有两解声音，一解声音得冇声音得到冲平头，天气改很好特别注意，有可能会比天气改很好样，有安样改可能性。哇，所以要真是要特别注意。所以线上是像我刚才讲的，你係重症大家要注意，因为你讲到第6、8型啊，像眼肌有差嘛，甲眼肌。就下射啊。下射嘅，哦，所以下射已有下冇看，因为佢本来是冇埋位下，就是用佢用教室啊用白。就是撒娇啊，调戏啊，爱妈妈男啊，其实是脚没有力，脚佢冇力啦，所以应该下注意啊，因为声音确实是冇快，是，你讲冇当家庭系要问问题，你可能系本身上，特别是小儿科的医生，特别本小儿科先生，系讲到底经验系来先，那就是本先生来解题，尤其先生讲，因为你可能系重症，冻阳虫，先生会特别去经验嘛解先，先生像该气喘咧，像因为讲气喘哈，系没有特别注意，你讲系顺产总咧讲咧第6班哈，第6班系两今年长出台湾特别系去年啊，2017年多啊。以前是美国改变开始，美国改变开始，其实我营养就讲两班的声音下未到第6班，因为本身哈本体系少气喘啊，背下吧，背下的问题，背下声音的开始下未啦，所以你讲，我哋下背下声音多多咧。了解，因为温感觉变成温敏片，有冇哈？所以全部会注意错呀。嘿，所以其实简单讲，原来线上讲的全部都会注意啊。就是其实照顾声音本来什么按简单吼，都注意身体风。不过有专讲来讲哈，大家唔好按紧张，因为大部分胎儿哈，胎儿是一家为好啦。冇想讲，即有啲嘅阿婆图来看，讲。你俩系冲平头啊，阿婆是在叫，叫冲平头冇容易啊。哦，你口水系冇容易，佢唔是特别的容易啦。那种支持性疗法，是，佢发烧是不是发烧的容易？啊，佢唔系是不是掉下开批的容易？啊，佢主要系自己嘅抵抗力出到嚟，啊，冇大家按紧张哦。我喺声音地做冲平头，因为看新闻讲重症有经验有叫啥照睇。其实当紧张，其实唔是安尼。思想先生讲的99.9%为好，唔讲说特别咧注意系咪有重症嘅镜头。基本来教大家，你有咧吓大家，大家咧分享地区是做得很好注意，还有乜嘅注意咧？聊下，等下常咧讲。绕墙度系是充分注意，然后大家来讨论小儿科嘅冲平头嘅问题。讲实在，我是像先生讲嘅阿婆图的声音咯，你那个声音讲冲平阿婆是叫咧，其实唔係吓大家，不過其實你還是要安樣嘅地心嘛。最重要今日觀念，我在薛主任這邊好多嘅觀念係乜嘅？是係特別的注意，他有沒有可能變重症？而且重症嘅鏡頭特別注意，安樣是最重要。聲音是2歲時間，你看佢從5起。所以不因囊，有一些发烧，那就要注意了，敏感度要提升，错嘛哈。不过讲到两片哈，还有到线上的分享，线上我们是不是大白讲指甲剥落？哦，其他系等下就2年的冲平同特别哈，佢会最尾噶，佢指甲会跌脱啦，会裂开来会跌脱。哦，冲头系讲，佢讲尾佢来看唔系讲看冲平头，佢来讲先生喺指甲会。cái手指甲會變跌啦，係咪見咬啊？咩都垃圾東西，其實佢係可能2、3個禮拜以前
得到冲平头，尤其係該71期呢，手足口開期呢，講到啊，所以大家唔是緊張啊，該係將平心啊，過倉啦哈，佢講手指甲跌跌，佢還會傷心嘅。可是上那個手指甲跌跌係後尾已經可能已經好咧。差唔多好咧。好，好特別吼，你像還是有沖平頭。根本還有第二隻凍蟲來，第一隻係重症鏡頭嘛，第二是係好咧，還是會生意，因為全部便宜，有冇？好，你講到第三是好咧，唔過指甲還會跌跌，這也是蠻可怕。唔過線上有提醒大家講，糖講，它有可能會鬧水痘，你講水頭，你冇特別小朋友都會長水痘啊，風會混淆係冇？尤其係一開始啊。去年流行嘅產品都哈，手足口開始呢哈，佢一開始嘅水漂啊，撈水頭可以強了，啊，不過下成因，把水頭哈，下冇嚴重啊，問題係呢個沖平頭啊，即係成因得到沖平頭，重症嘅機會越大，水頭係講從呢兩個歲數得到水頭開始當場。啊，你講，先生意思，小朋友得到水頭還好，大人得到水頭是很慘。沖平頭如果得顛倒，成人得到沖平頭會注意哦，大人得到沖平頭有好漲。真是哈，不過就是圍繞水痘混淆，所以最近根本你特別來提醒大家，所以要注意。你看，你後生一些蛇些啊，我看冇水頭嘅人啊，很當就會。不應扯，因為蛇些得到水頭，因為佢係終身免疫嘛，得到係咪是冇得？有，我過小得過。即蛇得水頭是唔會嚴重。係，因為你阿糖都會講過哦，啱啱得水頭，你夾夾係得到水頭，嗬，係冇係咪？我呢係要預防小嘅。就是頭擺我過小也是真的得到水痘，因為對應一都沒有得到水痘，他也是他說怎麼辦？我現在好緊張，因為我沒有得到水痘，還凍驚得到水痘，而且成人得水頭好像蠻快就好了，什麼2禮拜時候咧？台醫時就變得好嚴重，安樣樣吼。不過你係特別來注意，不過節目裡頭係老大家來講，就凍蟲了解觀念是媽媽做阿妹，比如講見凊彩問問題好咧，比如媽媽佢講生意，佢喊都喺前年啊，佢係講要得到沖平頭，佢喊做得前年冇。應該係生意係佢哋係佢用本身要得到沖平頭嘅媽媽嚇。係需要注意㗎，因為呢個成因佢抗體度啲幾好，因為成因就呢度講嗬，佢係抵抗力是冇按好，係個媽媽本身嗌你下得到沖平頭，嗌要錢嘅，梗係需要注意，應該最大比較有啲大嘅去洗手，因為聽下講嘛，佢傳染出嚟飛沫傳染，佢母乳基本都冇，所以母乳是冇問題嘅，媽媽嘅內係。OK 嘅，問題係當然係前年所以其實簡單來講，唔係媽媽體內的母乳問題，係你這麼靠近，安樣嘅問題係嘛？韓國其實係講沖平頭流行嘅時間嚇，你母乳本身母乳還難好，一年啊還難好，有咩講？因為你係講你從你後生一些得到沖平頭，你就抗體，就慢慢身體特別多，其實就係。做1年也會成因是我啱是1年，其實會得到個保護啦，保護佢唔會俾人流行嘅沖平頭切到。所以電豆好好，因為佢裡面有含，係有抗體，所以反而電豆好好。1年會1年會俾成因有保護。不過要隻當重要觀念啊，大家要記住啊。係講你要先學呢樣嘢嚇，前幾張嘢嚇，得到沖平頭，有問題嗎？不知道。前幾張嘢就是剛懷孕的前幾個月得到沖平頭，我覺得有。好緊張哦，被考試。唔係啊，從來冇講媽媽得到沖平頭，成因為要買畸胎嚇，或者是講死胎，冇，從來冇。沒有。到流行性感冒咁樣。唔係，所以講你學呢樣嘢得到沖平頭，成因會用病冇？唔係，放心。問題係講，因為強雞前1、2日得到沖平頭，該是當乜嘢？因為佢長出來嘅下，佢你嘅抗體嚇
都是幾度呢？產道，係咪攞得出全部成因啊？其實做出來啊，所以佢家係成因冇平冇整體啊，冇攞唔出得到媽媽嘅抗體。媽媽你下就讀到就傳染，反而傳染的病毒應該是當然咗。哇，所以其實。好，整理一下，簡單講起來係講，你有信號，其實得到沖病毒沒有問題，冇問題，大家唔是緊張。唔講你強嘅時間，長到200上你會強嘅，即係5度後得到腸病毒，哇，那就開始特別來注意咧。是用先生講嘅，因為媽得到抗體啊，有可能被媽媽傳染病毒，就是這樣子。唔過係講你得到腸病毒做得前年嘛，做得唔過就是靠近，因為很靠近，所以有飛沫傳染感問題。哇，先生講得很清楚。今天大家收冇聽到動態，最尾讓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我們還是要照顧病童的注意事項。其實最重要係嚇，講成日係講冇當嚴重，很熱很高，跟住我睇圖示，太棒了，冇什麼問題啦，不要傳染。尤其係第一個禮拜，因為第一個禮拜嚇，佢飛沫是會傳染。但成日嘅習慣有當唔好啊，通常咬手機啊。咩鼻孔啊？鼻孔咩嚇？鼻屎。冇講成語，而且我睇醫美冇誒，睇醫。悶吧？對啊。咁天醫講醫咩嚇？醫療程度。就講我等下，我唐先生講聽，我當緊咗，我等下要洗手。其實這禮拜特別注意。其實這禮拜之後嚇，因為佢口沫傳染是下少嘅，因為佢有瘡疳特別多，所以你要洗手。洗手因為會有就是糞口傳染，錯哈。所以係講在幼稚園嚇規定嘅安尼啦嚇，有一禮拜特別多有2、3同時得到沖病毒，喺幼稚園就停課啦。係冇時間2個成員全部仲在上課，同我下隔離，安樣做得冇？我聽課，一禮拜都有2個。哇，那代表那裡面的環境病毒很多。但是聽課一禮拜，所以你係自己係要得到沖病毒，冇不如幼稚園啦。因為當未成年，你去到全班做咩生活？真心看，先生其實講到當清楚，你一邊都要寫到當清楚嘛。反正因為笑痛，因為痛風，最重要嘅事情係講，你自家有沖病毒，你不要去公共場所，因為你會傳染俾朋友。冇錯。咁係講幼稚園地度有2個人得到，代表佢哋沖手唔係有病毒營養錯，所以大家聽課吼。簡單講起來是安樣嘅。最尾先生家有講到咧。有冇免疫力嘛？一定要增加，要洗手，衛生當重要。韓國因為係屋企特別多嚇，冇是幼稚園特別多，你得沖病毒，應該用埋去消毒。最好是漂白水啦，漂白水那啲因為個杯漂白水，得調解到開水啊嚇，實在是未做得啦，稀釋過去。你講佢啊做佢冇去搓到電咧，啲教具玩具。用嗰啲漂白水消毒，佢當重要。咁係咩強壯嘅道理啊？係講你屋下有2個成因，比如講你的老大得到腸病毒，老二有可能不易傳染，所以你屋下咪做得自己稍微清潔環境。有可能是講分開來塗啦。分開係有白塗嘅。係咩？讓屋下中獎你線上說隔離開來，係好簡單哈。最尾你是了解事件哈，你老大家都講一下，其實是從線上講嘅。一般來講，你自家做得用漂白水，不過最重要的要稀釋。好，你要本用小朋友來參考一下，你做得安樣做，你屋下是做得有自制的一個做一個漂白清潔的水哈。哇，時間過去當家，根本嘅非常時髦，你介注意呢度節目地圖，老大家講到安咪食，感謝你，要喊我直接來，好冇？做得好，時髦注意嗬。用小朋友嚟聽聽下來做嘛，家哋去做運動嚟做得增加你嘅免疫力，好，所以家家聽聽先生嚟做運動了。